做平安，这是后日的时间预告，请咱预备心来敬拜，请作乐。上主，伊会怜悯因，就归阮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撒迦的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777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会众请记得吟第1甲第4节。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
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过公道的教会，圣徒会相通，罪赦免，肉体会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加侪。大家来启应，启应文第41篇暂时也是以赛亚书第9章，我来启请会众来应。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因伫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亲像在收割的欢喜，亲像在分战利品的快乐。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你有拍碎因在背的担，讲断因肩头的棍，压制压迫者的边，侵略者的军鞋，高着火的军服。拢化做柴烧，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赐予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要称作天命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的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同心来祈祷。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新的一年头一个主日，阮兄弟会当把这个时间分别做成主日。搁伫主的圣殿，要用虔诚的心来敬拜阿勒你。旧的一年已经过了，原在环境的好歹，拢是上帝所赏赐的。过去一年中间，阮有喜乐的时，也有悲伤痛苦的时，你跟阮同在。你的恩典也有教育阮用，阮的道路有你的扶持甲引带。阮心内有你赏赐的真正平安，阮感谢你。新的一年开始，也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求主教示阮，着怎样算效阮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也会当算效上帝的恩典，明白上帝的旨意，用上帝所赐予互阮的才能、金钱、甲时间。来奉献做主的工，回应上帝恩典。新的一年，我嘛求主亲自来保守带领，伫阮国家困难的时，特别是阮国会的乱象，两化关系的紧张的中间，使阮无论是执政党也是在野党的领袖，拢有聪明智慧，互相合力，用公平。正义甲人民的心来治理阮的国家，互阮国家会当突破国际的地位的困境，互公义来施行伫阮的国家，人人充满人民的心来扶持弱势，互需要帮助的人会当即时得到帮助。求主保守阮伫新的一年，阮出入拢得到平安。两者身体得到安慰甲医治，照顾阮头前的路站，互阮灵命得到成长，伫阮生活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带人归主，互阮所做的拢会当荣耀主的名，互阮对主遐得到喜乐甲力量，包括听阮的主耶稣基督。凡事拢较得胜，阮仔咧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圣尊名来求。阿门。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48章
第8节甲20节。我来公读第8节，我个看到约瑟2个囝，就讲伊是啥物人？约瑟对伊的老爸讲：因是我的囝，是上帝伫遮赏赐我的。甲个讲，请甲因带来我遮，我要甲因祝福。雅各二老目睭花看袂清楚，约瑟带迄2个囝，我近用雅各就甲因亲，甲因揽着。雅各甲约瑟讲，我想袂到，会当搁看到你。现在上帝搁互我看到你的囝。约瑟将2个囝对雅各骹头屋的中间带出来，然后拍伫涂骹拜伊。后来约瑟搁牵迄2个囝，我近雅各，正手牵以法莲去伊的倒边，倒手牵马拿西去伊的正边。雅各双手拍车，顺正手划细汉囝以法莲的头壳，倒手划大囝马拿西的头壳。伊就甲约瑟祝福讲：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的上帝，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灾难迄位天使，赐福予这2个囡仔。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通过因流传伫世间。愿因伫地上生团真济。约瑟看到伊的老爸用正手划以法莲的头壳，就无欢喜。伊将老爸的手拍起来，要对以法莲刷甲马拿西的头壳。约瑟对伊的老爸讲：“阿爸，毋是安尼啦，这个才是大囝，请甲你的正手划伫伊的头壳。”伊的老爸毋肯讲，我知我的囝，我知。马拿西嘛要成做一族，搁强盛。毋过伊的小弟以法莲将来会比伊较强，成做大族。迄日雅各甲因祝福讲，以色列人要用恁甲人祝福讲，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马拿西共款。雅各甲以法莲排伫马拿西的头前。以上圣经，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好了，请圣歌词。
这首吼是那个轮唱，吼啊，所以我要请会众大家来做伙唱，吼啊，这唱法呢，就是讲，咱遮有3个部分吼，遐是 Part 1，遐写 Part 1、Part 2、Part 3，吼有看到无？吼啊，恁呢，就是倒平，我的倒平遮，吼，恁唱第一步，就是恁大声出来，啊，恁唱到第3段第2段的时候，啊，恁就爱唱第1段。听有无？哦，啊，了后呢，恁唱到第1段了后，啊，就换信歌队唱第1段，所以恁会唱规个唱2届，恁嘛规个唱2届，啊，伊嘛规个唱2届，安尼知无？会晓 ？OK。哦，迄个歌词的是祝愿平安的意思，吼吼。啊，所以就是真简单的一首歌，啊，唱了无定，你就会记牢你的心内，安尼你就会当伫日常生活内底常常会吟唱这个歌，安尼吼。五楼的要唱倒一部？五楼的要唱倒一部？五楼的对新歌对唱，敢会使？好好好，来。来敬祷，今仔敬祷题目是以色列的祝福，以色列的祝福。大家平安。咱可能阁无啥习惯信歌队，甲咱做伙安尼吟唱，总是随上敬拜，无分信歌队还是咱，因为咱拢是要来做伙敬拜上帝，所以愿上帝使用，互咱伫今年的一开始有上帝的祝福，就甲咱做伙。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你附近的兄弟姊妹，假使啦方便。你会当握手握到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为止。若假使无方便不要紧，你着甲伊讲新年恭喜，真欢喜会当甲你做伙做礼拜，安尼就好，好无？来，请开始吼，请开始。
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有真正握手握着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迄个人啦吼。总是不管安怎，求上帝帮咱，互上帝所赏赐的温暖，就甲咱做伙伫地。不管咱坐伫倒位，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开阮耳孔，来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语。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创世纪47章的第29节是安尼记载，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在伊死的日君啊，就叫伊的囝约瑟来，讲：你若真正友好我，请将你的手下伫我的大腿的咒抓，忠诚答应我，无甲我埋葬伫埃及。这个记载是咧记载雅各，伊感觉伊这要死的进前，就请约瑟来将手就放伫伊的大腿下。其实这应该是最早期的一种宣誓的仪式。原文其实是放伫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听有意思啦吼。是安尼吼，就是放伫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伫遐誓约。所以真个影像爱请咱爱会记一了吼，因为所放的所在是查甫人上温书的所在。台语有真侪讲法啦吼，我就莫去讲啊吼。对，互新老家讲这互宣誓，这个宣誓显得更加神圣、加严肃。随上这个宣誓，咱嘛会当参考创世纪24章第2节，亚伯拉罕请伊的罗伯来的宣誓。所以这会当参考，大概伫创世纪内底，咱看到这款的宣誓。然后咱读到迄个忠诚答应我，其实忠诚是原文是2字，翻译出来应该叫做慈爱甲诚实。换一句话来讲，这2字放做伙，时常伫立约的时阵来出现，伫旧约内底。这2字的真正的意思就叫做忠诚。我若听你不变，安尼是毋是忠诚？对嘛吼？所以这句话完整来解释，咱讲这是一个无变的疼，不变的疼，不变的慈爱。伫旧约内底，咱时常读到这2字放做伙的时阵，时常用来表达上帝对人的态度。有当时啊，咱伫无共款的所在有读到这2字，但是翻译出来无啥共款。总是伊拢要表达一项代志，就是忠诚，也是忠实的意思。当然，这项代志嘛会当用伫人甲人中间，所以咱直接读到的是约瑟咧吩咐雅各，雅各咧吩咐约瑟，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宣誓。你爱不变听我用这种方式，听有意思啊吼！你无改变听我的方式，就是安尼。这是雅各第一段的遗言，伊请约瑟用宣誓的形式，爱约瑟保证唔通将伊埋葬伫埃及。传统上，族长、家长啦吼，的丧礼是下一代的族长爱处理。听有意思哦，传统上是安尼，随上伫咱台湾应该嘛是安尼吼，就是下一代的族长也是家长来处理。所以伫遮已经咧甲咱暗示一项代志，暗示啥？这项代志发生，就暗示讲雅各爱约瑟做第4代的族长。实际上后壁更较清楚啊吼，后壁更较清楚。
咱来知影古代近东的文化的习惯，甲台湾真类似。因会用心咧选皇帝，因认为安尼死者才会安然落去到阴间。这个阴间我就莫阁解说，因为这是我顶过有讲过三赞天当时的三赞天的宇宙观迄款的观念。实际上，这嘛甲东方的习惯有真类似的所在，因为伫台湾人也是华人的传统内底。其实有一句话叫做“落叶归根，落叶归根”，这同款的意思哦，拢同款的意思。所以当雅各破病时，迄是伊个身体个臃肿，但是伊感觉伊要死啊吼。总是第二段咱个读到的48章的所在，当伊破病的时阵，约瑟带伊两个囝来看伊。创世纪48章第30到第40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甲约瑟讲：全能的上帝捌伫迦南地的路斯对我显现，赐予我，佮甲我讲，我要互你生看真多，成做真多族，佮将这个地赏赐你的后代，做因永远的产业。现代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摩西五经，咱也直接翻译叫做 Torah。Torah 这个故事的顺序甲内容，大概是伫以色列百姓受领的期间固定落来。伫这个固定落来进前，拢是讲故事的过程，听有意思吼？就是。这个固定来，毋是迄个时阵较存在，毋是哦吼，是古早人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古的方式留这个故事落来。总是这个内容固定落来，大概是伫以色列百姓受领的期间。所以雅各直接讲，永远做因的产业，做因永远的产业。伊指的是当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阵，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讲这叫做永远的约。创世记17章第7节，这是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的时阵讲永远的约。那安尼，什么会叫做永远的约？对当时的人立约的当时。因的理解是，这嘛应该是伫这个所在，雅各对上帝应允的理解，永远表达的是，这个所立的约超过伊的一生。要到偌久，唔知，对无？超过咱的一生，所以咱目睭看会到，看袂到，这个是永远。对后来这群受领的以色列人来讲，上帝亚伯拉罕所应允永远的约，就表示这项代志：上帝永远无放下因、灭绝因，因为伊是不变的听的上帝，对吧？伊是信实的上帝。咱讲信实，其实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两字合起来的意思，所以伊是忠诚的上帝的意思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伫这要显示的是，伊一定会坚守这个约。对这群受领去到异乡的以色列人来讲，这是非常要紧的安慰甲毋忘。事实上，不只是对这群受领的以色列人，对今仔日的咱嘛同款。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这个永远的约，表达的是啥物货？伊永无放杀咱，无弃杀咱。刷落去创世记48章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也未来埃及你遮以前，你伫埃及生的两个囝，以法莲甲玛拿西。对现在起，要算做是我的囝，亲像鲁便、
西面是我的囝。所以雅各伫遮直接表达，伊要收，伊要这个时阵吼，算收伊的孙做伊的囝，听意思吼？因为马拉西甲以法莲是伊的孙嘛，对吧？但是伊讲，你生的这两个，其他的无算哦吼，这两个是我的囝。吼，雅各伫遮直接收因做伊的囝。咱若照大囝继承权，在申命记21章17节，随上图纸内底有记载了真清楚。大囝伊会当比其他的囝加得到1分，听有意思吼？所以因兜这囝若有12个，爱分做遗产爱分做13分。听安尼了解吼？因兜若12个，安尼遗产爱分做13分，加1分是要互送的大囝。所以伫遮更较清楚，照这个律法来看，雅各这个动作就是立约瑟做大囝。我拄已经讲过啊吼，不止迄个动作，请伊帮伊埋葬这个动作。伫遮更较清楚咧讲，雅各是立约瑟做大囝，因为理论上约瑟甲因两个囝拢会得到1份老爸的产业，所以不止加1份的，加2份的。听有意思吼？伫遮是安尼哦吼，不止加1份，是加2份哦。创世纪48章第8节，这是咱今日所读的第一开始所读的经章吼，做伙来读这段经章来。雅各看到约瑟两个囝，就讲：因是啥物人？这个将瓦顿这位近代真出名的旧约神学家，伊认为，伊有小可无啥共款。伊认为雅各这个时阵会问这句话，无啥亲像现代中文译本，还是现代台语译本翻译讲。会理解讲雅各这个时阵是目睭花啦，目睭处处，迄个台语会当安尼讲吼，目睭处处所以看无。啊，因是啥物人啊？伊的理解是安尼吼，伊的理解讲，伊甲约瑟的对话更较亲像一个仪式，就亲像咱等一下会伫遮见证迄个就任的仪式，是用问答问答的方式来进行，所以这位。近代出名的旧约学家是认为讲，这更较亲像一个仪式，透过对话正式收这两个囡仔做伊的囝，听有意思吼？这个仪式是安怎？正式收这两个囝做伊，这两个孙仔做伊的囝，然后搁一遍出现这款的情形，因为以法莲是小弟，马拉西是兄哥。然后呢，约瑟是带马拉西伫伊的正手边，听有意思吼？伫雅各的正手边，然后以法莲呢是伫伊的倒手边，结果无拍算发生这项代志，就是创世纪48章1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双手拍青，伸正手画。细汉囝以法莲的头壳，倒手画大囝马拉西的头壳，安尼啦，线边安尼啊，明明照约瑟的安排，伊就想讲会当互马拉西接受雅各正手的祝福，因为啥物会是安怎是安尼？是正手当时的人认为这叫做。尊贵，正手叫做尊贵，叫无拍算，雅各偏偏拍车啊就好，所以约瑟无真欢喜，甚至伊想要将伊的老爸的手刷开。总是咧，创世纪47章1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的老爸唔肯讲。我知，我的囝，我知。马拉西嘛要成做一族，佮强盛，毋过
伊的小弟伊发现将来会比伊较强，成做大族。换一句话来讲，雅各拒绝照处事来祝福，对无？就亲像上帝迄个有心的利百加所讲的，大的要服侍细。后来，这个大的要服侍细，就成做圣经内底一再出现的主题，真特别哦。上帝恩典祝福临到遐个未堪得领受的人身躯顶头。这像是嘛咧对咱讲，什么话叫做上帝竞选？上帝竞选虽然有当时无照牌理来出牌，颠倒人家己看起来亲像会顺序甲常态，当时这个原则嘛出现伫圣经内底几份家谱的中间，就亲像路得记第4章。历代志上第2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章，这几份家谱拢颠倒人的想象。既然也有女性外邦的女性写伫家谱的内底，这是真歹想象的代志。创世纪48章15节，做伙来读这个以色列即时的祝福。做伙来读吼，做伙来读来，伊就甲约瑟祝福讲：愿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服侍上帝，就是眷顾我一生直到今仔日的上帝。雅各第一句的祝福，原文应该做我先祖亚伯拉罕甲以撒伫伊面前出入的迄位上帝。人若会当时常伫上帝面前出入，这叫做敬拜。所以现代日本就来翻译做敬拜，听有意思吼？所以也是服侍，敬拜还是服侍。换一句话来讲，什么会叫做敬拜？就是到上帝面前啦。到上帝面前，咱只有来到礼拜堂，毋是哦吼。对，咱若有真正了解。咱的所讲所行，拢伫上帝面前的话，迄个时阵就叫做敬拜啊。敬拜甲服侍啦吼，所以伫上帝面前出入，原文是安尼讲啊吼，伫上帝面前出入。然后呢，这个上帝是眷顾我一生，这是台语的翻译，随上和合本是翻译做一生牧养我。牧养我较亲像原文的描述，因为雅各是照用伊用饲牛做伊一生的人生啊。伊是直接咧讲啥？伊咧讲吼，雅各饲牛羊一世人啊。然后伊发出的感受，后来才有大笔安尼吟，大笔是安尼吟。诗篇23篇第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这是对雅各开始才到大笔，更较延伸讲出来的感受。这种将上帝譬如做羔羊的，将家己譬如做羊。也正做以色列上帝百姓咧描述人甲上帝关系的 image。后来，这个 image 嘛深深伫现在的基督徒身躯顶头。然后上早是对倒来，就是对雅各的这句话来，这个祝福来。创世纪48章16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愿救赎我脱离所有灾难，去为天使祝福，互这两个囡仔。愿我的名以及我的祖先亚伯拉罕甲以撒的名，通过因流传伫世间。愿因伫
地上生炭真多。迄个原文是暑假，或是天使。啥物会叫做暑假，或是天使？就是指因是受托传达信息的，正的人拢是受托来传达一个信息，然后这个托付的人会当是上帝，嘛会使是人，所以这叫做暑假，或是天使。然后伫遮翻译做天使，就表示这是受上帝托付灵界的存在。受上帝托付灵界的存在，虽然天使受上帝托付，嘛有来毁灭性命的，咱来知影有哦，天使有这种来毁灭性命的哦。这嘛记载伫不只是创世纪内底，嘛记载伫撒母耳下卷24章。总是伫遮，雅各是求迄个一直要拯救伊、保守伊性命的，嘛共款来保护、来祝福这两个囡仔。然后原文会当做愿我的名，甲我先祖亚伯拉罕、以撒的名，因为因受人提起。所以上尾的祝福是啥物货？上尾的祝福是愿以法莲甲玛拿西因正做别人认捌亚伯拉罕、以撒甲雅各的原因。翻译做生炭真多，原文实际上旧约只有看到这个所在有出现尔。所以这个所在字字伫原文内底加鱼的字根共款，所以一般是认为这个祝福是咧讲，就亲像上帝创造的时所讲的话，讲着生炭着加天，互海人充满生物的字字。换一句话来讲，这个祝福就是祝福这两个囡仔的后代。也会当遐尼多加水，所以以色列的祝福，就是将这两个囡仔交伫上帝的手中，求天使眷顾伊的天使嘛，保护因以外，别人会当因为因来认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上要紧的是上帝。创世纪48章2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迄日，雅各甲因祝福讲：以色列人要用恁甲人祝福，讲愿上帝互你亲像以法莲甲玛拿西共款。雅各甲以法莲摆伫玛拿西的头前。咱来知影创世纪48章其实对后来以色列的政治派有真大的影响。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家族内底，鲁便甲西面带头，用欺骗的方式灭绝示剑这个城市，创世纪34章。然后呢，伫迄个示剑这个事件了后，雅各打这两伊个囝讲：我真惊咱的名去互拍歹去。对无？因为至到以色列得到歹名声，对后来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因爱学着教示，袂使无理由的使用暴力，然后这个过程爱自我克制。实际上，这项代志嘛，对现代的以色列有真大的境界。所以这个时阵，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啦，雅各用祝福要翻转过去的歹名声，伊用这两个囡仔来代替迄两个，听有意思吼？伊用以法莲甲玛拿西来代替鲁便甲西面，就是这个意思。换一句话来讲，过去呼召这个家族的上帝，
伊就亲像各样的咧带这个家族，对赫兰到迦南，直到埃及，因经过艰难甲陷阱，因经历家族内底兄弟中间的冤仇甲情感，总是相时上帝稳重的手一直咧固守甲养起因。以法莲甲玛拿西因退换了后，因相时处事嘛颠倒变，这拄拄更较表达出上帝的祝福有伊的时间甲方向，无人会当改变。所以布鲁格曼这位近代旧约的神学家，伊用以色列必须要古传来表达伊对这段经文的灵性理解。伊讲，伊安尼写，伊讲以色列需要古传，因为上帝竞选以色列的三宝古传埃及法老的命令。这记载伫出来记第1章。因为上帝竞选大卫，互伊面对扫罗拒绝歌利亚的挑战。以色列需要拒绝，因为这位上帝上尾陪伴定死伫十字架顶的迄位，伊引带袂晓行路的、痴迷的、丧凶人，甲得到太高的，然后伊引出的是一群无大囝继承权、无啥物货通夸口的德行甲气力的人。所以以色列需要拒绝，因为伊知影连伊家己的性命，拢是上帝所赏赐的 surprise， 惊喜啊！吼，惊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过去塑造历史的上帝，直到今仔日，伊迄个稳重的气力悠远伫咱这个世界。上帝的祝福，就是逆转、逆转、倒变的福音。伊爱咱拒绝这个世界看起来上阳光的价值观，好好去看，到底是啥物人、啥物代志，才是伊呼召咱去承受的阳光。1975年3月27号，当时有一个20岁的少年囡仔，伫伊的老母的洗头毛店咧斗相共。伊的店来一个人客，是全镇上老的一个阿婆。迄个全镇啊吼，因迄个镇伫纽约内底，然后全镇内底上老的阿婆，伊的名叫做 Ruth。然后，这个少年家面对这个镜，伊就咧洗头嘛，帮人洗头。然后每一遍伊也抬头看镜，伊的这个阿婆目睭就金金啊看伊，伊唔知影是安怎，这个阿婆上老的一个阿婆来洗头，结果就来金金啊看。后来既然这个阿婆将伊本来搭伫头壳，咱知影伫迄个洗头毛店吼，有迄个风罩哦，将迄个搭拉摕掉，然后对这个少年家讲：你互我一张纸。刷落去，对伊讲：少年家，我有一个预感，你将来会环游世界，将你的声传达予千万人听，将你的声传达予千万人听。这个少年家出世伫美国的纽约一个镇，伊的老爸是牧师，伊的妈妈开洗头毛店。14岁的时阵，伊的爸母离婚，所以这个少年家，伊就甲朋友伫迄个街头咧，逐工就伫街仔顶吼咧凊彩交朋友，就伫遐甲人
甲人做一寡歹代志。伊的妈妈真烦恼，总是管袂叮当，也嘛无用，无法度管，所以伊就无惜代价，送这个少年家，坚持送伊去学费真贵的私立学校。伫美国，咱爱知影私立学校足贵的。这个决定救伊，因为后来当时伊所交的朋友，差不多大部分拢进入少年的感化院。伫学校内底，伊是真熬运动的人，总是伊无爱诚做职业球员，运动只是伊的兴趣。伊未来想要做啥，伊无真清楚。所以一开始，伊只是想讲，无来做医生好啦。所以，伊就进入纽约复旦这个大学来读医科的预科，医学的预科，总是真侪科吼，伊入去读无。啊，伊迄学期就知影，伊知影的代志就是伊一定会互人断掉。一定会落地，所以伫迄学期内底，伊想讲无来转做律师好啦，就转去法学院法学院读迄个预科，然后读的，佫想讲无我来做记者好啦，所以佫走去修迄个新闻传播，所以伊即种三心两意，互伊读到第2档。总是反映伫伊的成绩。当年迄个学科成绩平均 GPA 满分是4，伊只有得到1.8、1.8，所以无及格啦。所以学校后来看伊这个少年家真浪动，就伫规工伫学校，毋知咧创啥，就建议讲无你先休学。你想清楚，讲你要读啥较来？所以这个时阵伊已经20岁啊，离开大学无代志做，只好去因妈妈开的洗头店当斗相共。结果既然拄到这个老阿婆咧带伊有言甲祝福，伊心内底想讲我会当去读册，拢无啥清楚啊，要读啥佫毋知，你即摆甲我讲我会环游世界。我的声音会互千万人听见，透可能。伫迄年的热天，伊去到美国的康乃狄克州 YMCA 的 Summer Camp， 就是夏令营来做辅导员。然后伫营会的结束，这些工作人员拢爱上台表演。结果当伊表演结束，有人甲伊讲。你倒有考虑要演戏？你真有天分嘞！你倒有要考虑演戏？所以伫暑假以后，这个少年家重新转去大学，即便伊就选择主修戏剧，并且伫刷落来这2档内底，伊去到美国的一个真出名的戏剧中心，叫做林肯中心来学习。伫大学的时间，这个少年家已经伫舞台顶演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甲尤金·欧尼尔的出名的戏剧，真受好评。2档后，这个少年家用戏剧甲传播新闻的2个双学位来毕业，对这个学校来毕业。这个毕业，伊就演出电视的一个电影，4年后，伊就开始做电影明星。你敢知影我咧讲啥？对迄时开始，伊从事戏剧40年。这个少年家叫做丹佐华盛顿。对迄时开始，伊就做电影明星40年。1999年，
伊得到金球奖最佳男主角。2002年，伊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2016年，伊得到金球奖终身成就奖。2020年，《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选伊是25个21世纪上伟大的演员中的第一名。4当前，2014年12月21号，拄打旧年，伊伫纽约的一个教会接受红木的浸礼，原因就是当时这个阿婆的预言甲祝福。这个阿婆的预言是啥？你会环游世界哦，你的声音呢，会互千万人听见哦。真正互千万人听见对无？连咱这种伫台湾的人嘛，小可知影，这个真出名，叫做丹佐华盛顿的演员。所以伫旧年的年底，伊伫迄个红木的浸礼内底，伊安尼讲，伊讲，假使上帝会当为我做着，那安尼伊无啥物袂当为你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就亲像雅各对这两个囡仔的祝福，咱拢伫上帝的祝福内底。伫生命的过程内底，咱会拄着啥物人？咱拄着啥物人的时阵，咱是领受祝福的，还是互人祝福的？其实迄当时咱唔知影，对无？总是假使是上帝爱咱去互人的。还是爱咱去领着的，这若是伊的心意，那安尼，迄时所发生的必定会应验。我嘛相信，这就是上帝祝福临到的事。但愿咱拢会当伫今年领受到上帝互咱的祝福，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你的怜悯。你的引带，互阮做伙来到遮领受你的祝福。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虽然有当时阮凭家己的心意乱撞，有当时无得较合你的心意。主总是你知，阮是你的囝，阮是你的子民，你听阮，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行伫上帝你的祝福的内底，扶持阮，互阮行伫你爱阮行的迄条路顶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圣诗第575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会众请起立念全首。
遐济。即时咱要来举行就任式，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44首的第1节到第2节。伫吟圣诗第1节到第2节的过程中，我要请罗建益兄弟即时来到台前。咱坐咧吟就好吼，咱坐咧吟就好。第1节到第2节，咱。主你表面和殿，清澈恩关主席条理，叫你的未来我来心边边，你最万物主宰，大日起顾我心。世俗原袂记得，表面当当艰苦高洁，世就暗夜扰乱心念，遐心无能改变前见，乱家也生袂通。修补抗议心念。这时，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罗建益做教会执事。基础教会有设立7个人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这时，我要来问罗建益，你这是要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宣誓，所以请你好好听我伫遮所问的，然后诚心来应答。你当要领受这事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你愿意做堂教会这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你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你要安尼行也无？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时，我要来请会众来起立，咱来誓约。恁已经经罗建益来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才来依无？伊替恁办理教会事，恁就敬重伊、疼痛伊、替伊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唔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的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赏赐带领，你竞选人来做教会的职事，服侍众人。祝你知影。不管是伫教会性质，拢是要服侍人的。因为安尼，阮求上帝特别扶持，甲你的囝儿罗建益做伙伫地，互伊伫教会内底真正展现出上帝你的疼心甲怜悯，像是透过伊行做伫教会中好的作为。互上帝甲人看做好，求上帝帮助扶持，互你的囝儿，不管是伫教会内底的服侍，伫工作、伫生活内底，拢真正做上帝你所听，众人也所听的萝卜。
求上帝帮助夫妻因娶。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的教会唐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唐东会的职事，线通知互证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付你的。当你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要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会众请坐，这是我要请小会员来接纳。欢迎，你后得爱为建议啊做伙来翕一张相来，对，谢谢。好，咱拍拍来，多谢。等一下，咱搁选吟唱444首的第30到第4节，然后吟唱的中间，我要邀请夫妇团契2025年的会长黄玉石，以及敬拜团团长柯宏斌来到台前，咱坐咧吟就好吼，第30到第4节，做伙来吟来。愿心健康成道所行，头爱福音永行，美好心地家愿让国父主名掌握某个时辰。也感主恩恩劳，主你交代万所的罪，无论单独罪悔，你现刚定困的所有无天也无永无世界最关我还，救赎功德完全。这时，恁要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领受夫妇团契的会长、敬拜团的团长，所以这时，请恁着注意听我伫遮所问的，然后要请恁伫上帝甲正人面前用心来应答，诚心来应答。恁要领受夫妇团契会长、敬拜团的团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恁要领受这个职，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依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来宣告，所以我要请会长来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的教会唐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黄玉石做2025年夫妇团契会长，郭宏斌做敬拜团的团长，着谨慎恁本身行为甲你的所在，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归荣光上帝。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赏赐带领，你引带人来成做你教会的机构的首长。主，阮知伫教会内底
阮毋是要举遮个首长做大，是因为阮知，阮要透过遮个职务来服侍，求上帝帮咱，互阮真正会当服侍伫众人的敬拜，以及当夫妇团契互相连结的时阵，主你就伫阮中间。你特别赏赐你的囝儿，约瑟、郭宏斌，因伫众人甲上帝面前的立约，求上帝赏赐，互因的性命，互因不只是伫教会内底服侍，伫因的工课生活，拢下主心意。主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这时我嘛要来请小会员来接纳，多谢。应该是啊，好，柯宏斌，好瓜。好啊，好，来，咱拍拍啊，大家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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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今日来奉献，咱请陈怡芬技师甲赖建义技师来书献。会众请今日来念奉献的诗。感谢你，互阮来到新的一年。感谢你赏赐阮，互阮会当享受阮伫日光之下劳碌得到的一切。感谢主，阮担奉献淡薄的金钱做圣工所用，愿主你来感纳。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我来报告内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众来读两遍。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篇23篇第1节，请。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篇23篇第1节。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篇23篇第1节。咱
先开节目第一页。咱本周甲下周咱的事项内容甲事项的人员咱家己来看。咱周间的聚会甲主流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咱请家己来看。第二页，咱小组的聚会表或者时间地点咱家己来看。咱奉献12月29主日奉献的名册，咱家己来看，然后毋对来向办公室是中职来更正。节目第三页消息报告，本主日1月初5。第一，咱头拄有报就任时技术赖建议副团契会长是黄叶社竞卖团的团长柯宏斌。第二，议员伫我的中职长老是陈建州长老，技术是台语长是林富祥技术，华语长是傅启芳技术。第三，2025年财务的审查伫中昼12点半伫7公益来调规咱请牧师新旧任的部员来出席参会。第四，关了部伫下晡7点伫7公益会室来调规，请部员出席来参会。第五，主日的会议伫下晡7点伫9楼来调规，请老师甲同工来出席参会。下主日1月12日，第一是新竹大专奉献主日，咱欢迎刘哲伟传道甲李志胜牧师前来本会来分享正道请为着伊这事工来关心大道甲奉献。第二，咱下礼拜1月份定期的董事会伫礼拜结束了来调开，请各部将报告交到办公室来累整。董事会了后线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一，女子新学院圣经课程的招生上课时间是2月13到5月15，每礼拜四9点到12点。上课的地点是7公益教室，费用是3000块一期。讲师是连燕燕甲李世煌牧师，课程是惠利蒙斯、哥罗西斯甲约纳斯。那要参加的，咱请黄传志长老来报名甲交费。具体消息：第一，本会郑亚忠技师甲刘依玲姊妹定伫1月18拜六下晡2点，伫咱桃园教会4楼礼拜堂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敬邀兄弟来观礼而且来请为新人来祝福大道。第二，咱恭喜张荣夫妇喜得一个查某囝伊个名叫张陈密陈密愿上主的恩典满溢甲这个婴仔成长的每一天疼痛伊的人同在。其他消息，咱合作社的理监事会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公益会室来召开，请理监事出席来参会。第二，合作社社员大后会伫1月19，就是后礼拜下晡7点伫4楼拜堂来举行，请社员踊跃出席。咱有准备纪念品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介绍。我来补充介绍这个我过去伫台南的时阵所带团契的学生啦伊昨来听韩团啦来看韩团咱昨若知影小巨蛋有韩团伊昨就来徛差不多规个晡的啦所以昨就来接待我遐伊的名伊这个
真特别，因为希拉雅当时因的名，互这个有当时啊，所以伊的名叫做姓叫做哀，悲哀的哀。所以过去我拢叫伊哀哥啦，哀伯彦弟兄啦，伫咱中间，请伊徛起来，互咱熟悉者，伊是台南口鼻教会所以嘛出现今仔日尔啦，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互伯彦伫刷落来，伊即摆咧准备国考毋茫讲伊一切拢顺遂。愿上帝祝福。剩的我就莫介绍啦，咱求上帝特别扶持。来，对，家父长老啦，家福长老，家福长老，实际上家福长老，应该伫加拿大因为大概应该一档外前有转来是这边2档这边2档家福长老当时迄阵个疫情，所以拢低调调拢低调调愿上帝帮咱家福长老伫加拿大的生活安尼去到加拿大嘛有20档30档已经伫加拿大已经30档然后这2档看到家福长老真欢喜因为进前我知影家福长老的身体无真好势总是迄阵伫台湾都为家福长老来祈祷愿上帝帮咱夫妻，看到伊安尼真健康转来到咱中间，愿上帝祝福，甲家福长老娘做伙伫地其他等下我来介绍免啦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今年真正满上帝完全的祝福。祝福提请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会众请今日临时线请牧师来祝祷。咱吟的时阵迄个唱着你，就看一个边仔的你，好无？来，咱做伙来吟。愿上主大仁爱。燃点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甲你眼同在。愿主也更偏着你，愿主必宽待你。相信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代。将你唱做我，愿上主大仁爱，燃点我心内。主的听每时刻。我应同在，愿主也变着我，愿主必宽待我。主相信保守我对一世，到永世代。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上帝的带领，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请领受圣歌队的祝歌。
平安礼，请会众结入来行平安礼，咱请互相请安。平安，耶稣听你，我嘛听你。